大家好，我叫蔡嘉明，我是医工系学生，我的组员嘛是医工系的王祖敏，阮今仔日要介绍的题目就是医用的超音波。一开始咧，阮想要先介绍超音波的定义。科学家去研究发现，咱人会当听到的声音的频率是20到2万的赫兹。伫咧即个范围以外，就该叫做超音波。每一款动物会当听到的频率的范围嘛无共款，亲像狗仔是67到45000，猫仔是55到79000，所以有一寡人会用高频率的超音波来赶遐野狗野猫，袂去插着人。咱讲的分狗类，嘛有人讲是狗仔也是猫仔听到超过人频率的声音去做出的一个反应。超音波的相片是安怎制作的呢？咱甲超音波拍入去咱的身躯内底，咱才去接收遐个大长来的信号。因为无共款的部位对超音波的反射会无共款，亲像有较软的所在，比如讲是肉，也是身躯遐个器官，大长来的信号会较弱。若是亲像骨头安尼遐尼定的所在，大长来信号就较强。咱就会使用这个信号去观察咱身躯的状况。超音波咧，伫咧医学上的用途足侪，亲像咱会当用超音波的相片去针对无共款的部位去做判断，亲像咱常常听到的妇产科，会当用超音波去做出囡仔的状况是毋是正常，是毋是有2只骹、2只手，还是有鼻仔甲喙，佫会使用超音波去照出腹肚内的器官，譬如讲肝也是腰子等等，嘛会使照出心脏甲血管，互医生会当做出正确的判断。超音波咧嘛有优点甲缺点，伊的优点就是无亲像 X 光线有放射性，对咱的身躯的健康较无影响，所以伊真适合摕来做有心下人的产检。同时伊嘛是无需要开刀的，对人较袂造成影响甲伤害。佫有伊会当马上得到相片，会当方便医生观察甲诊断。毋过伊嘛有缺点，其中一项就是因为超音波若是经过愈侪部位，伊传转来的信号就愈弱。所以讲，若是较深的部位，也是较大块的人，就会因为超音波的变较弱，无方便观察。佫有一点就是超音波因为是透过传转来的信号去做判断，所以若是2个部位的身份伊会愈共款，超音波的相片就看起来愈共，咱就袂当正确的去分辨伊的差别。好，我是洪祖敏，即马我来介绍即个超音波产生的原理是安怎。主要呢，就是用咱即个交流电传入去咱超音波的即个机器内底，咱呢即个超音波会当甲即个电呢变成一个高频率的即个振动，你即个振动呢造成就是像咱即个超音波咱医用的超音波主要分做4款方式，叫做 A 模、B 模、M 模和 W 模这4款方式。好，即摆咱来看到即个是 A 模。A 模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讲咱甲即个机器放伫共一个部位，好像咱即摆图顶悬看，即个共一个部位，当为即个部位照一个拍一个超音波入去，信号经过咱即个人体的部位，才佫传转来。即摆咱看到的图，就像下骹即条线共款，咱当看到一条线，即条线呢有即个起起落落的即个振动，即个起起落落的振动，就是代表咱即个信号的强度，安尼，这就是咱的 A 模。好来，
即摆来看到咱的鼻毛，嘿，这是咱较常看到的即个超音波的相片，嘿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安那变成的，就是咱甲即个足侪条的，咱头拄仔讲着即个 A 毛排做伙，嘿，就是变成咱遮的鼻毛，所以这是足侪条 A 毛排起来的相片。咱会当诚明显看到，这是一个囡仔伫咧妈妈腹肚内的相片，安尼。毋过呢，这当然是一个面上的相片啊。啥物意思？就敢若讲，即个机器亲像一支刀啊，切入去内底看到的，但是当看到一个面尔，嘿，这就是迄个面。若咱要看到搁愈侪即个囡仔的即个相片呢，咱就需要即个改变咱即个机器的角度，安尼咱就看到搁较侪即个囡仔的部位安尼。好，这就是咱的鼻毛。过来看到是咱的眼毛，M 毛呢是咧看咱身体，也是咱即个部位运动的即个状况。啥物意思呢？看到咱即个三角形顶悬，即个三角形即个图，顶悬有一条线，嘿，为倒手面切落来即条线。即条线呢，咱就是讲观察即条线即个部位的变化尔。下骹即张大图呢，是讲咱经过时间，嘿。即条线顶悬即个部位诶变化诶状况就是安尼，嘿，所以呢，咱就会当了解讲，即条线顶悬即个部位经过时间诶变化，伊敢有产生啥物运动，安尼咱就知影即个所在感受咧震动无，嘿，这就是咱诶 M 毛。过来是咱诶 W 毛 ，W 毛呢是用来观察咱身体即个血管血流诶即个变化。像即张图呢，咱就通看到红色的所在就是血流较紧的所在，蓝色的所在就是血流较慢的所在。安尼经过即条图，咱就会当知影讲，即个血到底是对流较紧，对流较慢。若是应该流较紧的所在，颠倒流较慢，咱就会当讲呢，即个所在敢是血管生出啥物歹物啊，是要脱掉的安尼，嘿。安尼，互医生去做即个判断，看要安怎安尼。好来，即摆来，这是上新的超音波的即个应用，叫做单性的相片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来看倒手面即张是咱普通时啊看到的鼻毛，咱鼻毛并无法度知影讲，即个咱身体部位是对较硬啊，对较软。所以呢，比如讲，这是。倒手面是咱身体整管的一粒瘤，嘿，咱拢知影吼，即个瘤有分好搁有歹，好的瘤咱就毋免赶紧开刀嘛，就好好做观察，安尼是安那就好啊。嘿，若歹的瘤，咱当然是愈早甲摕掉愈好吼。一般来讲，咱即个歹的瘤较重，较重，所以呢，咱用即个单性的影像，单性的相片，咱能看到像正手面。正手面用即个彩色的做出即个单性的影像，咱就看到倒手面顶悬，即粒瘤倒手面顶悬较重是蓝色的，蓝色的代表较重的部分。嘿，若是正手面下骹，才有一个青色甲红色的所在，这是代表较软的所在。吼，所以咱就知影，这呢，互医生来看后，医生就知影讲，即粒瘤到底是好还是歹，安尼就会当讲，安是要选择开刀咧。还是讲搁加观察就好啊，嘿，安尼，这就是咱单性影像、单性相片的一个用法，安尼。好，过来，这是阮即组参考的资料，嘿，来，好，感谢大家。